谁打给你了？妈妈，你出来，我进去。啊？芝芝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露营呢。芝芝，你在哪儿露营啊？我在朋友家露营。你转一圈让妈妈看看。我和你爸爸还想抽空去露营呢。啊？转一圈吗？我翻转了，我翻转了。你看，外面就是在下雨，看到吗？那个厨房就是这样啦。然后怎么了？我不小心被装备绊了一下。你确定是装备吗？还是踢到哪条狗了？拜拜。有没有磕到？没事。